盤中間，是非審判要人辦。從頭而掩護理的中緩慢，決意為邪正分界限。惡行償還，無形不晚，灰灰天網覆蓋人間。熱腸冷面，我心不冷。為了公理，敬我專家。法律共情義，雙倍而行。我誓要將冤案推翻，記住這道黑函，比天還更硬。江正圖，你還不認罪？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大人話我謀害我岳長以及我發妻，你究竟有何憑據？你嘅發妻蔡可兒就在你嘅身邊，你還想狡辯？包大人，我發妻已於2年前去世，此乃眾所皆知。如此妖孽，又點會係我發妻啊？江正圖，你好冇良心啊！蔡可兒，休要激動。江正圖如何害你一家？你且從實道來。係大人，江正圖嘅因故殺人，被民府發現，佢竟然頓起殺機，下毒藥殺我滅口。民府雖然僥倖逃出生天，但係要落得非人非鬼，多年嚟嘗盡淒風苦雨。但係咁樣都仲未算，佢為謀取我父之7星飛針秘笈，不惜將其禁錮摧殘。江正圖，你仲不念夫妻之情？你都難念下佢有個60嘅老翁，你將佢咁樣摧殘，你又於心何忍啊？江正圖，你仲有咩說話講？包大人，你只聽信一面之詞，設下圈套嚟陷害我。你未免有魯莽失職之嫌。本府知道，你若要殺害蔡可兒，必然不願惹人疑竇。前次你以銀針插入佢以後嘅大穴，令其昏迷，你以為本府毫不知情？本府此番要你再將佢診治，就係要設計等你下手，公孫先生。係，大人，喺江正圖診治蔡可兒之前，學生仍然將嗰支銀針插喺蔡可兒以後玉枕穴之內。但係喺江正圖接觸過蔡可兒之後，嗰支銀針已經完全沒頂。好彩學生事先將銀針切斷一寸，否則此時蔡可兒早就撒手人寰。江正圖，在你為蔡可兒療傷之前，本府曾親自驗過，那銀針的確外露一寸。由此可見，施毒手之人，除你之外，豈有他人？江正圖，鐵證如山，你還不充實招來？大人不通岐黃之術，實在有所不明。江正圖，難道你尚有辯解？包大人，草民從未用過銀針刺入白毛以後之大穴，相信你亦絕無憑據。而且白毛以後之大穴根本就被頭髮所遮蓋，草民根本就唔知道穴內係會有銀針。否則嘅話，草民亦唔會貿然施針，因為受施7星飛針者係會經脈擴張、血氣暢旺，而且會引發全身嘅大穴都會產生吸力。剛才草民的而且確係用7星飛針為白毛治療，
但見無效，就將七針收回。白毛以後戴月嘅銀針，亦因此而被吸入體內。大人先至會對草民有所誤，草民實在冤枉。蔡可兒，本府問你，佢所講嘅可是實情？回大人，七星飛針確有此特性，但係大人，民婦剛才以後大月嘅針，的而且確係江正圖佢將佢推入一寸，欲將民婦置於死地㗎。口講無憑，你根本就冇使用七星飛針。當時你係昏迷，你如何得知啊？呢個無賴！住手！蔡可兒，本府念你身負其冤，一時不能自控，不予追究。但係不可再有如此魯莽行為。大人，江正圖，本府的確暫無證據證實你嘅罪狀，然而你涉嫌與蘇華之死有關，本府仍要將你收押。嚟人啊！在，將人犯押入大牢，聽候再審。係。起身。本府將那江正圖暫時收押，乃是權宜之計。倘若查不到真憑實據，就唯有放人。大人，既然我哋有蔡姑娘可以證明佢殺人埋屍，而我哋亦都揾到蘇華嘅骸骨，唔通咁就唔係證據？江正圖能夠成為一代名醫，心思自然慎密過人，只係一句附詩，一個同佢有恩怨之人嘅片面之詞，恐怕好難將佢入罪。唔通我哋真係由得佢逍遙法外，我爹就枉死，我就要白受咁多年嘅苦。三弟啊，照咁樣睇嚟，我哋只係一啲辦法都冇啦。咁又未必。但江正圖殺害同鄉蘇華，想必是要隱瞞一啲嘢。王朝與馬漢在佢故鄉必然有所發現。既然咁，我哋不如等佢兩個翻嚟再算。蔡姑娘，不如等在下先能為你除去身上嘅白毛，你以為如何呢？如果我真係可以去咗身上嘅白毛，咁我咪可以還我本來面目咯。公孫先生，如有良方，咁就事不宜遲啦。老夫人請放心，學生自當盡力而為。姑娘中咗砒霜之毒，加上山中瘴氣，因而令身體長出白毛，故必須以五毒化砒霜，從木化瘴氣。在下已將石膽、丹砂、紅黃、確石、磁石五毒調配，再加上松枝煮燃，只要姑娘全身浸藥一晚，當可盡除白毛。可以，你要忍住啊！捱過呢一關，你以後就會冇事噶啦。有效啦，有效啦！老夫人、包大人，你哋對可兒嘅再生之恩，可兒真係沒齒難忘，請受可兒一拜。可以，不必多禮啦，快啲起身啦。此乃公孫先生妙手回春，本府不敢居功。公孫先生，請受可兒一拜。蔡姑娘無需客氣，所謂醫者父母心，在下專研醫術，自當以助人為己任。可兒姑娘重見天日，本府甚感欣慰。不過姑娘一頭繡花，大人，蔡姑娘髮根染毒太深，縱然毒去，髮已成白，學生亦無能為力。先生你無需介懷，只係區區一頭白髮，總好比過我以前滿身都長滿白毛，俾人視作我係妖孽好得多啦。卑職參見大人。
李仁此行有何發言？啟稟大人，卑職此行大有收穫，並且帶回3副人骨。人骨？冇錯，此3人之死有可能同一個叫江平嘅人有關。我哋到達中牟縣之後，四出打探江正圖同蘇華嘅身世，可惜連日追查，都揾唔到有關江正圖任何線索。據豆腐鋪嘅老闆所講，蘇華早已離鄉，並同江平同住。江平曾經喺中牟縣嘅五福樓工作，不過五福樓早已轉讓他人，江平亦不知所蹤。當我哋嚟到五福樓嘅時候，發覺五福樓已經改成五福客棧，於是我哋入去客棧揾個老闆，問佢關於江平嘅事。原來而家五福客棧嘅老闆同以前五福樓嘅老闆係鄰居嚟。胡成昌同佢老婆開咗呢間五福客棧已經10幾年㗎啦。佢哋仲有個仔，想當年喺佢離開嘅時候，佢個仔小賢先7歲。我同阿老胡已經係多年嘅鄰居啦。咁江平同蘇華咧，佢哋咩人嚟㗎？江平咧就係呢度嘅小二嚟嘅，蘇華咧就時時送豆腐嚟。佢哋2個人非常之投契。至於江平咧，本性就聰明，好孝順，可惜就好賭成性，成日靠借債過日子。佢娘親又體弱多病啦，喺佢哋最落拓嘅時候咧，蘇華仲曾經招呼佢哋翻屋企度暫住添。咁蘇華咧而家點樣啊？喺6年前話出外闖天下，已經好耐冇佢嘅消息啦。本來咧，江平就想跟阿蘇華離開嘅，可惜佢欠落老胡一身賭債咧，被逼要喺客棧度做嘢嚟還債，仲要俾老胡刻薄。好彩老胡突然全家搬走，如果唔係啊，江平而家都仲喺度做緊小二啊！突然搬走？點解啊？大概係5年前啦。有一日阿江平突然跑嚟話俾我知，大狗熊啊！大狗熊？大狗熊咧係阿江平俾老胡嘅花名嚟嘅。老胡啊身體健碩，力氣過人。如果俾佢知道啊，唔打死先至怪啊！咁江平就同佢講啲乜嘢啊？佢話老胡個岳長有咗急病，已經全家搬去河北度照顧岳長，就叫阿江平咧幫佢賣咗間客棧，然之後將啲錢送去河北交翻俾佢。咁當時你唔覺得奇怪嘅咩？我當然覺得奇怪啦！我仲喺客棧度睇咗一下，客棧咧就係關閉咗啦。但係喺江平開嘅價錢確實便宜喎，咁我咪頂咗過嚟做咯。咁佢攞咗啲錢咧，馬上就走啦。相信係去揾阿老胡啩。常老闆，咁你認唔認識一個叫做江正圖嘅人咧？江正圖冇聽過。咁姓胡家仲有冇留低其他嘢啊？冇啦，剩翻幾張爛台凳，其他值錢啲嘅嘢都俾阿江平賣晒。啊！佢哋只係留低一堆祖宗嘅靈位，我諗住呢啲嘢佢一定會翻嚟攞噶嘛。嚇！點知一去不回咧？我而家仲同佢留住㗎。老闆啊，你可唔可以俾嗰啲靈位我哋睇下咧？當然可以啦，我都諗住將佢掉晒佢㗎啦。我同佢保管咗咁耐啊，都算對得住阿老胡啦。阿祥啊，你去後院石屋嗰度攞咗嗰袋嘢出嚟啊！哦。常老闆，我想四周圍睇下，唔知方唔方便咧？當然可以啦，阿祥，帶2位大人周圍去睇下。哦。2位大人，隨便睇睇啦，睇睇啊！真係奇怪啦，呢一堆草零舍綠嘅。係啊，我都覺得奇怪㗎啦。嗰邊啲草長得特別茂盛嘅喎，我哋將佢剪短咗啦。過2日佢哋又出翻晒嚟㗎啦。普通野草啫嘛，有咩咁出奇啫？
我哋四周圍睇下。呢啲龍蛇草，傳說龍蛇草下邊埋有屍首，當屍首化成肥料，龍蛇草吸收咗之後，就會特別茂盛。馬漢，唔通？如此看來，五福客棧滅門慘案，大有可能係江平所為。冇錯。江平同胡成昌一向不和，而且仲欠其賭債。客棧乃係胡家多年嘅心血，就算有急事，亦都唔會交俾江平。仲有啊，常老闆話胡家搬走咗所有嘅嘢，只留下祖先牌位，呢一點亦有違常理。看來江平是基於胡家之財，以後謀財害命，遠走他鄉，之後就改名換姓，變作江正圖。而江正圖為咗怕蘇華認出，不惜加以殺害對自己有恩嘅同鄉，甚至係佢妻子，佢嘅岳長佢都唔放過。然而佢個母親又在何方？回大人，我哋只知佢獨自離鄉，其娘親下落，我哋則全無線索。無論如何，江正圖惡貫滿盈，本府若不能將佢正法，豈不愧對天下百姓以及無辜慘死嘅冤魂？江正圖狡猾無比，佢犯咗咁多罪行，仍然不露破綻，想要將佢伏法，睇嚟唔係咁易。大人，我哋喺3具屍體之中發現咗呢一樣嘢，唔知對案件有冇幫助咧？呢啲喺蘇華嘅屍骸口中亦曾發現過。公孫先生，你可曾查出究竟是何物？回大人，學生已經查過，呢啲係一種邪門符咒，用嚟鎮住死咗嘅鬼魂。包大人，你既無證據問罪於我，卻又囚我入獄，如今又人夜升堂，請問大人究竟意欲何？江正圖，本府今夜並非要審你，而係要審一個叫江平之人。江平，江平在故鄉中牟縣犯下滔天大罪，將其東主一家3口殺害，如此泯滅人性之人，本府今日就要判佢應得之罪。大人要審江平，就即管去審，與我何干？為何又要囚我於此？江正圖，事到如今，你為何依然如此嘴硬？難道是當真不怕國法？根本就唔係江平。大人既然咁肯定我就係江平，究竟又有何憑據？本府日斷陽間，夜斷陰曹，如今就要呈冤魂作證，等你啞口無言，閉門陰審。降下白骨，本府知爾等有重大冤情，若能據實回話，本府自會為爾等洗雪沉冤。公孫先生，請代本府傳話。係。降下白骨，爾等可是五福客棧胡家3口，胡成昌、胡楊氏及次子胡立賢。回大人，白骨話係啊。胡成昌，可是有一個叫江平之人，以罵你一身賭債，在你家客棧充當小二，可是佢殺了你一家3口，埋於客棧後院一個。係啊，大人。既是江平殺害爾等，但江平
我是堂下所貴江正圖。係啊，大人。包大人，三個骸骨如此作證，豈能當真啊？為何不能？倘若你仍然證據不足，本府就叫白骨將你當日殺人經過詳細道來，好教你心服口服。家三口，爾等將當日被江平殺害嘅情形一一道來。回包大人，江平嗜賭成性，欠下我不少賭債。佢為咗贏回所有欠債，不時同我豪賭。只可惜佢總係輸多贏少，以致債台高築，因而竟海怨我家財帛。估唔到俾我發現，同我發生衝突，我年老體弱，敵唔過佢，活活俾佢打死。我嘅妻兒亦遭其毒手，江平謀財害命，請包大人為小民申冤。江正圖，你犯下滔天大罪，居然還敢在堂上放肆！包大人，呢出戲你不必再演，你哋分明就喺度砌詞陷害我。你話本府砌詞陷害於你，又有何依據？包大人，胡成昌綽號大狗熊，身高7尺，孔武有力，而我江正圖手無搏雞之力，又豈能活生生將佢打死？況且胡成昌根本空無點墨，說話又怎能如此文雅？大人你口口聲聲話刑典國法，卻處處設計陷害草民，法利於大人心中何在啊？的確心思慎密，分析正確，冇錯。本府確是栽到試探於你，然而此份不比上次。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，你已落入本府圈套，難逃法網。你否認自己是江平，否認自己曾在五福客棧住過，然而你又如何知道那胡成昌身高7尺？那胡成昌嘅愛好又是何人告訴於你？此外，民間傳言，在死者口中放入一枚符咒，便能鎮住冤魂，等佢無法去揾生前嘅仇人報仇，係定唔係？如今一枚符咒不約而同將胡家三口與蘇華屍身之中發現，可見此4人乃是死於同一人之手。嚟人啊！大蔡可疑，全蔡可疑。民府蔡可疑叩見包大人。蔡可疑，你是否見過有人將蘇華嘅屍體掩埋？正是民府親眼所見。埋屍者是何人？正是民府丈夫江正圖。江正圖，你殺害蘇華與胡家三口，如今人證物證俱全，你還有何話說？江正圖，當年你到底如何殺害胡家三口？還不充實招來？當年，大爺，嚟過，好，多謝多謝。當年我娘親病重，我負債累累，求借無門，所以就打胡成昌嘅主意，想出錢騙取醫藥費。誰不知你出錢？大等，你敢出錢呃我？
為我嘅錢已經全部俾胡成昌攞翻，我冇錢請大夫。成昌打我、侮辱我、累我娘親病死，實在死有餘辜。我將佢一家三口殺咗之後，就埋葬喺後院，然後話佢哋有事遠走，再乘機買去客棧，遠走他方。可惜我事到成聲，冇幾耐就將所有嘅錢財都輸清，喺大風雪中流落街頭。之後你就入罪蔡家，對蔡氏父女加以迫害。以後嘅事，大人早已一清二楚，何必多此一問？冇錯，白毛的確係我發妻蔡可兒，佢所講嘅一切亦都係事實。江正圖，有胡成昌雖有不是，但你無親之死，卻是你一手造成。倘若你能戒除賭癮，好好侍奉於他，又豈會發生如此慘劇？你不知反省，反而利用蔡氏父女一片好心，再次行惡。江正圖，你連犯數案，罪不可赦，本府判你襲刀之刑，你可有話說？包大人要判草民死罪，草民自當無話可說。不過要包老夫人無端多受痛苦，草民深感不安。江正圖，在本府面前有得賣弄，本府豈會為你所動？嚟人啊！大人且埋，江正圖，你先將說話講清楚。我早已聽聞包大人斷案如神，故從第一次見面開始，我就擔心我所做嘅一切會被佢揭發，所以我就暗中喺包老夫人嘅藥裏邊做咗手。只要藥性一品，又冇我獨門解藥嘅話，佢就會心痛如焚，生不如死。包大人，若果你想證明草民所言是否屬實，大可以回到後堂，請包老夫人深吸一口氣，再自丹田中稍用力吐出，便可知曉。江正圖，本府身為執法之人，豈會受人威脅？嚟人啊！狗頭鍘伺候。王朝話將龍召風。係。死罪難免，但亦唔急在一時，不如等公孫先生查明老夫人是否真係中毒，再作定奪啦。退下有得多言。包大人，可兒能夠在世為人，全賴包大人與包老夫人。
雖然可以，亦希望能夠親眼睇見江正圖伏誅，但係若與老夫人相比，可兒寧願以老夫人為重。希望大人你暫緩行刑，待可兒先行診斷過老夫人嘅毒能否除去，才將此人處決，亦不為晚也。大人，大人，請大人三思。請大人三思。嫂娘，你做咩起身啊？我瞓唔着，你做咩仲唔瞓啊？啊，三弟唔眼瞓，嚟睇下嫂娘啊嘛。唔好瞞我啦！你以為我真係病到糊塗咗啊？嫂娘一眼就睇出你心中有事啦。你一向心中坦蕩，所謂事無不可對人意。快啲講，究竟咩事令到你咁心煩啊？嫂娘，忠孝難以兩全。係為咗江正圖嘅事？你起身嗰個江正圖身犯國法，你依法執行，何難之有啊？倘若將係江正圖正法，嫂娘身上所中嘅毒，所以你就有難言之隱，所以你就心中難安。所以你就想同佢妥協？好一個孝順嘅包青天！嫂娘，如果你放咗嗰個江正圖，俾佢解咗我身上個毒，你就算係盡咗孝啦咩？嫂娘。三弟實在不忍啊！你收聲！你簡直枉費嫂娘自幼對你嘅教誨。你身為朝廷名官，你知法犯法就係不忠。為咗我，為咗你大公無私嘅清明，令天下人唾罵於我，就係不孝。江正圖多行不義，你俾佢逍遙法外，就係不仁。可兒何等命苦，一心想你能夠幫佢報仇雪恨，你就令佢冤沉海底，咁就係不義。你一念之差，爭啲做咗個不忠不孝、不仁不義之徒。你令嫂娘落得千古罵名，令我哋包間列祖列宗，蒙上永難洗刷嘅污名。包拯啊，包拯，你點可以如此糊塗啊？嫂娘，三弟知錯啦。錯咗又該如何啊？秉公執法，懲奸除惡。
咁先至係聞名天下嘅包青天啊！老夫人，可以。老夫人，包大人，可兒該死，係可以連累咗你兩位。根本就唔關你事。老夫人，江正濤係罪大惡極，但我唔會俾佢傷害你嘅。包大人，可以有個要求，我想見江正濤。你見佢做乜嘢啊？我希望佢會交出解藥。唔好咁傻啦，你都係唔好去啦。老夫人，可以點都要試一試。包大人，可以去求江正濤去攞解藥，係唔會影響你嘅判刑。求你恩准。好啦，你去。你終於都驚啦！我一生作惡無數，要驚亦都唔等到今日。你從來都唔後悔，從來都唔會為死喺你手上嘅人而難過㗎。我只知道要為我自己而生，我嘅感覺先至係最真。咁你娘死嘅時候，你又有何感覺？娘親，娘親！你果然永有感情。你嚟呢度係要刺我心底之痛。你個夫妻多年，你都可以忍心害我。我今次嚟，只係想知道你是否一個絕情絕義嘅人。我娘親曾經教我，待人要好，要誠實。而佢卻被佢最愛嘅人所出賣。嗰個狠心嘅母親，拋妻棄子之後，我哋被逼流落街頭。我娘親佢做咗一世嘅好人，又有咩好結果？自從我娘親死咗之後，我就發覺到，若要自己唔痛苦嘅話，就要對所有人都無情。當我親手殺死第一個人嘅時候，我覺得好痛快，我興奮到大笑起。你盡管開心，你所作嘅業將會得到報應。包大人已經決定喺數日之內會將你處死。咁又何妨？就算我僥倖唔死，亦將喺牢獄之中度過餘生。咁死與唔死又有何關係？既然你已經睇透，你又何苦要連累包老夫人佢去受苦呢？你不如就交出解藥，以減輕你自己嘅罪孽啦。我既然注定要死，不如你講個理由俾我聽，為何我要交出解藥？包老夫人，佢為咗救永平村全村人嘅性命，佢不惜冒險送藥入村，醫好咗全村人嘅病之後，佢自己就染上咗肝病。一個咁善心嘅人，你要忍心害死佢？所有嘅人見到我，都以為我係白毛妖怪。但係當老夫人第一眼見到我嘅時候，
佢仍然當我係人咁看待。一個咁好心地嘅人，你都要害佢？包老夫人乃包大人啲嫂娘，佢從來都唔怕人知道佢出身窮苦，曾經落過田，翻過土，待人和藹可親。一個個品格咁高尚嘅人，你都要害佢？剛才講咗咁多理由，都揾唔到一個應該俾解藥佢嘅道理。包老夫人所做嘅一切，即係你娘教你嘅一切啊！你有冇諗過，若果你死後重遇你娘，你又如何向佢解釋你所做過嘅一切？你唔好再講。你一手摧毀兩家人，5條性命，你一身罪孽，你又對得起你娘咩？唔好再講，你唔好再講啦！好，我答應將解藥交俾你，但係我有2個條件。咩條件？你放心，我唔會要你放我走。第一，我一生最大嘅心願，就係能夠得到7星飛針嘅醫譜。我好希望你能夠將醫譜交俾我，喺我在生之前，好好地讀一讀，好等我死後能夠同我陪葬。好，我答應你。律法不會判中間，是非審判要人辦。逐流而染污，理識中緩慢。